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8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篇，列王记上卷第5章13到18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21节到第6章的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的教会。所罗门王咧起造圣殿，伊用1万个人，一个月用1万个人去黎巴嫩，去摕即个香柏茶来做建材，佮派7万人去耕，8万人呢去即个插即个石头。即个目的是要起造圣殿，不但是即个所罗门王的师傅人，也有希兰的师傅人，以及加百列人，因拢总来伫即个所在来用即石头，插即个石头来起造即个真光显的圣殿。因并办即个材料啦、石头啦，起造即个圣殿。会通讲是一间真勇真在佮真水的殿宇。即个真光显的礼拜堂圣殿，的确是吸引当代侪国家的欣赏啦吼。要来咱做伙来思考是讲，当一间真光显咱讲金光闪闪的礼拜堂圣殿起好，是毋是信仰的首要的条件？当然毋是啦吼。伫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捌甲大卫讲，自从我对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我袂捌带过殿宇，也捌常常伫会幕甲帐棚内底来做伙来行。因为我甲以色列人所行的所在，我敢捌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士师，就是我所吩咐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的，讲恁是安那无爱为着我起造香柏茶的殿宇呢？这是记载伫撒母耳下卷第7章的经文。上帝佮透过先知以赛亚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土骹是我的骹麻椅。你要为着我做甚物款的殿宇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以赛亚书66章的第1节。所以咱知影，起造水的圣殿，金光闪闪的圣殿，毋是上帝所爱，也毋是上帝徛起的所在。但是圣殿起好，也是讲你要能起好，却是人甲上帝相拄的所在，人甲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所在。以弗所书第5章到第6章，今日的经文，保罗甲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的款面就已经真清楚。牧师甲这两段的经文读一摆，这真重要吼。讲着敬畏基督来三顺服，做妇人人的着顺服家己的丈夫，亲像顺服主一样。因为丈夫做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做教会的头，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。总是教会顺服基督，要互伊成圣吼。妇人人凡事着爱安尼顺服丈夫啦。做丈夫的恁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也替伊献家己，要互伊成圣，是用水的洗甲道理来清气伊，将伊献互家己，做阳光的教会，无点无妖面。遐迄款拢无，就是圣无瑕疵，
安尼重视着疼伊的妇人人，亲像家己的身体。疼家己的妇人人，就是疼家己。因为袂捌有人怨恨家己的身躯，就是养饲伊、保守伊，亲像基督款待教会。因为咱就是伊身躯的巴体。因为安尼，人要离开父母，连结伫伊的母，因两人要成做一体。这个奥妙大，我讲伊是指教基督甲教会，总是恁人随会着疼伊的妇人人，亲像家己，也妇人人着敬畏伊的丈夫。第6章讲着，做囝儿的，恁着顺趁恁的父母，因为这是应该的。着尊敬你的父母，这是头一条有应允的戒。要互你形通，灯火收伫世间。做老爸的，恁毋通激囝儿的受气，独独着用主的境界来教示培养。做奴仆的，恁着惊吓袅喘，用诚实的心来顺趁照肉体做恁的主人的，亲像伫趁基督共款。无得简单伫目睭前温存，亲像处互人欢喜的，就是着亲像做基督的奴仆，用实心来行上帝的旨意。这是伫以弗所教的这个批信的中间所写的，所以伫这个教示内底也真清楚甲咱讲，这阳光的教会。就是要成做人甲基督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，伫遐来疼人，也来疼基督。这的要求提醒，中间一个遮的重点就是爱做阳光的教会。这个就是讲有好的行为来献上家己，成做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亲像保罗也安尼解释过，伊讲恁敢毋知恁的身躯就是圣神的殿吗？这圣神是对上帝来住伫恁的内面，而且毋是恁家己的人，因为恁是同价买来，所以就爱伫恁的身躯来顶悬来荣耀上帝。伫身躯顶悬荣耀上帝，就是荣耀的教会的概念。这是伫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基督徒爱有美好的生命见证，互人对咱的生命、对咱的生活、对咱的行为，拢通看见上帝荣耀的记号。因为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。保罗的教导甲雅各书并无有相违背的所在，拢是强调信仰实践的重要性。所以咱会记得，着爱活出见证，彼此相听。这比迄个起造金闪闪的这个圣殿建筑更较重要。